你信唔信呢個世界真係有鬼嘅呢？今晚我哋要帶大家進入香港最陰森恐怖嘅地方——高街鬼屋。呢度係一個8年建築，曾經呢係麻風嘅病院、精神病院、日軍嘅刑場。佢仲有一個地下嘅車庫，傳聞呢滿布怨靈。聽講夜晚呢仲有啲怪聲啊、怪影嘅出沒。有人話呢度呢係人間同地獄嘅交界，啲靈魂呢好似被攝咗入牆壁同埋地底入邊，永遠都走唔返出嚟。雖然呢大樓呢已經係重建咗噶啦，但嗰啲毛骨悚然嘅傳說仲喺度陰魂不散。大家好，歡迎收睇今集詭異的神秘世界。喺出發之前，如果未訂閱我哋，不妨可以訂閱我哋啫喱頻道，撳埋個鐘仔。如果有最新嘅內容，就可以第一時間通知你噶啦。分享今集出去，同你嘅朋友一齊參加今集嘅靈異旅行團。準備好未？我哋一齊揭開高街鬼屋嘅神秘傳說啦！事件由1891年開始講起。高街2號原本呢係一棟巴洛克風格嘅建築物。原本呢棟嘅建築物係俾外籍嘅護士居住嘅。但好快就變咗一個麻風嘅病院。據資料講，麻風當時係一個絕症嚟嘅，病人一入咗去呢，就會同外界隔絕聯繫噶啦，亦即係話住咗喺入邊就係等死噶啦。聽講入邊嘅屍體呢係堆積如山，而且呢屍體係冇人去處理嘅，佢哋會堆喺地庫等腐爛，所以地庫嗰個位置係會陰風陣陣嘅。直至戰後嘅香港啦，呢度呢就改造西營盤精神病院，專收留啲女嘅病人。當時嘅醫療系統係比較原始，病人呢就只係用啲胰島素嘅昏迷療法，或者係腦白質切除手術，或者係冰作手術。而呢個手術呢，我哋喺之前嘅日常不尋常呢都提起過噶啦。如果各位啫喱友呢唔知道呢個係咩嘅手術呢，可以重溫嗰集嘅節目嘅。因為呢個咁不人道嘅手術啦，所以啲病人呢都會痛到撕心裂肺。有啲護士就講啦，半夜呢成日會聽到啲砰砰砰嘅撞牆聲，夾雜住啲好淒厲嘅尖叫。呢啲嘅尖叫呢，好似地獄嘅厲鬼一樣。據聞直到今日仍然會喺牆上邊聽到呢啲嘅砰砰砰嘅聲音。大家去遊覽嘅時候，都不妨靠近埲牆聽一聽，睇下你又聽唔聽到呢啲嘅聲音啊！1941年，香港淪陷，日軍呢將病院變成審訊同埋處刑嘅刑場。喺地牢入邊，慘叫聲同哀號聲呢，從朝到晚響過不停。唔少嘅抗日人士都喺度被虐殺。對面嘅佐敦五世公園啦，更加係一個亂葬崗。聽聞呢嗰啲屍體呢，只係隨手咁埋喺地下。更有人話，如果你夜晚行過公園，會聽到地下呢傳嚟微弱嘅求救聲，唔知係咪當時嘅冤魂啦，仲喺嗰度地方呢不斷咁徘徊，冇辦法安息落嚟。曾經呢，亦有的士司機呢話啦，喺深夜揸車經過高街嘅時候啦，窗外呢總係會有啲鬼影閃過。嗰種感覺呢，好似係有人不斷咁望住你咁。至於高街鬼屋嘅地下車庫啦，係靈異傳聞嘅重災區，有不少嘅怪事呢都喺嗰度發生。正如頭先所講啦，呢度都做過個停屍間，甚至係處刑嘅刑場，所以呢累積嘅怨氣呢係非常之大嘅。直到後期啦，佢嘅地庫改造車庫啦，就發生過好多離奇嘅車禍。啲司機話架車呢會無啦啦失控，更有人呢會無故死喺車入邊。當時嘅保安啦，夜晚去巡邏嘅時候啦，聽到車庫嘅深處啦傳嚟一啲嘅女人嘅喊聲，佢四圍去揾啦，最後呢就發現其中一架車上邊坐住一個白衫嘅女人。但當佢定睛睇一睇啦，嗰個女仔呢就喺佢面前突然間消失咗啦。由於發生咁多嘅怪事啦，當時呢就決定用水泥封印住呢個嘅地下車庫，希望減低嗰度嘅怨氣。直到70年代啦，病院呢就空置咗啦，
但係所傳嘅鬼故呢，亦越嚟越多。有線靈異嘅節目《大迷信》呢，曾經影到一幕震驚全港嘅畫面。主持人呢喺入邊探靈，當佢行到一截嘅樓梯嘅時候，鏡頭呢竟然影到一個冇腳嘅神父漂浮喺半空之中。熒光幕入邊呢，見到呢個神父呢，表情好空洞，眼神好冰冷。之後呢，亦接獲好多嘅觀眾話嗰一集呢，見到呢一個冇腳嘅神父。更有人話呢個神父塊面呢會突然間脹大，霸晒成個熒光幕。聽講呢個片段呢喺網絡廣泛流傳，直到而家你仍然可以喺網絡度揾翻出嚟。你又夠唔夠膽揾翻嚟睇呢？直到後期，唔少香港嘅電影呢都喺高街鬼屋去取景嘅，但聽聞啦，佢哋都喺嗰度呢發生過唔少嘅怪異事件嘅。2004年江湖拍攝嘅時候啦，有工作人員啦見到兩個嘅張學友，一個呢仲好似漂浮咁穿過個埲牆。導演陳果話，拍攝期間呢怪聲連連，菲林呢會無啦啦唔見咗，甚至呢有人會受傷入院。更有探靈嘅人士啦，唔信邪去高街鬼屋入邊探靈，佢哋一邊入去啦，一邊就喺度嗌，神父你喺邊啊？點知冇幾耐啦，佢就聽到有啲嘅細細聲嘅回應，我一直都喺呢度啊，唔好再騷擾我哋啦。嗰班嘅探靈人士聽到佢哋嘅回應啦，當然就嚇到腳軟，即刻走人啦。但自此呢件事呢傳咗開去，亦受到好多嘅探靈人士入去探險嘅。總結啦，高街鬼屋呢點解會咁恐怖，咁多嘅怨氣呢？因為可能佢承繼咗麻風病人孤孤獨獨咁去死亡啦，日軍屠殺嘅血腥啊嘅怨氣啊，精神病患嘅痛苦啊，幾樣嘢交織而成嘅，導致佢產生咗咁多嘅鬼故啦。直到2001年，政府呢重建咗呢度，變成西營盤社區綜合大樓，表面呢好似係平靜咗啦。但亦有高齡人士講啦，當佢夜晚經過嘅時候，會喺嗰度咧感受到莫名嘅壓迫感。有啲嘅拍攝嘅發燒友啦，亦喺嗰度啦，影到有啲嘅怪影同埋一啲嘅光點。你又夠唔夠膽而家一個人夜媽媽走去社區綜合大樓影一幅相呢？如果你喺高街鬼屋都有一啲嘅靈異嘅經歷，不妨喺留言區講講。如果中意今集嘅內容，不妨俾個 like 分享出去，訂閱埋我哋嘅頻道，撳埋個鐘仔，一有新嘅內容就可以即刻通知你。記得 follow 埋我哋其他嘅社交平台，包括係 Facebook、IG 同埋 Thread，我哋有啲嘅額外嘅內容將會喺嗰度公布。今集嘅內容就到此為止啦，我哋下集再見啦。